讲道，圣灵来大的生命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大家平安。今仔日伫咱的教会做基督徒，这个礼拜是一个真特别的礼拜，咱传统上叫做圣神降临节。伊一方面咧纪念2000年前教会开始得到一个真大的礼物，就是看袂到的上帝进入人的生命中。所以对第一摆的经验圣神充满，严格来讲，无应该讲第一摆。严格来讲，对人类认捌上帝了后，若见了亲近上帝的人，伊应该拢领受圣神。今仔日咱有一个祈祷，特别牧师最大心意，就是希望恁会当享受这个看袂到的上帝所享受恁的疼，以及恁伫生活中间的快乐。咱的教会伫1994年4月24，捌真清楚有一段真长的时间享受圣神的工作伫这间教会。对我个人来讲，迄真重要，因为以前我感觉我是一个真辛苦的牧师，但是对于迄一届圣神临到这个教会了后，我感觉人生真侪一种的享受，因为咱困咧，咱醒起来，咱做工，咱休困，拢感觉这个以前看袂到我的阿祖的上帝，伊甲我做伙，一直到今仔日，我犹原有安尼感觉讲，伫圣神的内底是一种的享受。所以今仔日牧师的分享是对心中的一个祝福。希望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恁拢甲上帝讨讲，主我要拍开我的心，来欢迎你进入我的生命中。我要享受做基督徒的欢喜甲快乐。咱的教会有囡仔，因安尼咧讨论，特别伫顶礼拜。伊讲忽然行入礼拜堂，伫礼拜堂的中间，较一直想要哭，有一种想要流目屎的迄种的感觉，嘛毋是受气，嘛毋是烦恼，但是为什么很想哭？因伫讨论的中间，因咧找咧安慰，但是其实这就是圣神咧对咱讲话。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看袂到上帝的圣神。但是，当上帝圣神运行伫恁的人生的中间，有时恁会足侪莫名其妙的情绪，毋是恁，包括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。上帝的圣神虽然看袂到，但是伊明明存在。愿在座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享受伫上帝充满这种的人生。圣经对圣神来讲，咧讲到圣神，有真多的假释。今咱所读的2段圣经，一段伫以西结36章26节，伊咧讲起上帝应允讲，上帝要将一个新的心放伫人的内底，上帝嘛要将一个新的灵放伫人的内底。新的心代表咱的思想、心思意念；新的灵代表咱的灵魂。所以有理性。有感性，就叫做一个完全的人。牧师为恁读这段圣经，是求上帝圣神甲恁三角伫地。第二段咱所读的圣经是伫新约哥林多前书，伊咧讲起上帝所享受的圣神，要带予咱新的活命，伊要进入咱的生命中间，因为咱的身躯就是另外一个看袂到的礼拜堂。咱真习惯组织伫教会，教会这个建筑物是看会到的，所以咱伫礼拜日做伙伫这个所在做礼拜的时，这个所在真做一个上帝同在的礼拜堂。但哥林多咧讲起，咱的内心其实更较重要，因为内心这间礼拜堂是 VIP 的房间啊，就是咱个人单独的，不是别人会当享受。咱无论去食饭、去食餐厅，无论去什么所在，你若想到我有一个特别的房间叫做 VIP， 有伫你楼下，迄就是迄间餐厅、迄间消费的所在，感觉
是真重要的来宾，伊才有开这间房间给咱使用。保罗伊讲起，咱的心就是上帝的礼拜堂，圣心要踮伫咧内底。所以今仔日牧师甲恁分享的一个祈祷，就是邀请这个2000年前耶稣的学生所经历到迄个圣心，今仔日甲恁每一个人撒个地底。特别牧师也为你们祷告，上帝互恁对少年到恁一生的路尾，永远享受这个看不见的上帝加做恁的帮助，这是真重要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经历着圣神降临者这种的意义。因为主耶稣讲，人若无定头生，人若无伫圣神的内底定心，伫你的生命中间得到完全，你就袂当算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就袂当真正了解讲上帝所应允的天堂是什么种的意思。所以耶稣讲，人若要进入天堂，伊需要有圣神的洗礼。今仔日的礼拜就是一个开始。如果今仔日牧师讲到了，恁也感觉愈听愈火，恁免烦恼。有可能伊是你拄拄来教会，恁毋免客气，你来问牧师。牧师要单独为你，个另外解释，互你个人了解。牧师嘛，真欢喜，为恁做一个真要紧的祈祷。当恁单独找牧师的时，牧师愿意为恁欢手祈祷，求天顶的上帝将这种的祝福放伫恁的人生。今仔日这个圣神降临在伫新约中间，伊会当讲第二重要信仰的功课。你问牧师讲，那安尼，什么是第一重要的功课？第一重要就是救恩。第一重要就是讲，咱伫人生中间真孤单、无能为力、惊吓困苦，咱渴望得到祝福。第一重要伫圣经中间咧讲的就是耶稣带来上帝的祝福。所以圣经的新约第一开始叫做福音书，意思就是耶稣带来天顶的上帝的祝福。今仔日牧师毋是要讲起这个福音书的这个功课的课题，牧师要跟恁分享的就是第一重要就是耶稣的福音哈。第二重要就是耶稣所讲，咱需要领受圣餐，咱需要领受洗礼，但是更加重要，咱来领受上帝所赏赐圣神的充满。圣神的充满是一个真要紧，因为有人检采听讲道3年、5年、10年，伊感觉伊对圣经的认识已经到一个阶段，但是伊有缘感觉这个信仰好像真抽象。为什么？信仰不是干那用听的，信仰需要就是经历。今日牧师真要紧的心，就是为恁祈祷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恁，毋是只做一个听讲道的基督徒，你是真正享受上帝以家己本身的活命，这就是圣灵内住的生命。当圣神的带伫咱的内底，咱的人生绝对无共款，变啊无共款。牧师嘛真欢喜甲你做见证。以前我感觉人生是一个真受苦，做真多工作。亲像咱咧讲做苦工，但是当上帝的圣神踮伫咱的内底，伊互咱感觉工作产生真无共款的意义。因为这个工作，因为有特别的意义，所以我做这个工作虽然嘛会流汗，但是这个工作真做一个真受祝福、有意义佮快乐。我妈妈咧今仔日伫阮中间，我要甲你讲，阮真欢喜，伊连做阮教会的姊妹。你真福气，你嘛真够教囡仔，你身边这2个查某囝，就是你的阳光。所以一生所做的辛苦、流目屎、流汗，过去咱感觉伊是一个辛苦，但是如果咱也知影咱所做的辛苦本身最后要产生一个真大的阳光，有价值，我相信你甲我拢同意讲，那安尼流汗无算做什么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会记得看袂到的上帝，永远甲咱做伙。兄弟姊妹，你检查有时会感觉真无力感，
但是请你相信，你绝对无孤单。咱若愿意开嘴祈祷，这个看袂到的上帝，伊的确会进入咱的生命中间。咱看袂到的是，咱有情绪的激动，莫名其妙的时阵有流目屎，有欢喜。这就是圣神开始咧摇动咱的心，伊咧互咱知影讲，我在你身边。咱就开始慢慢听，慢慢修，慢慢了解。后来咱愈来就愈清楚了解讲，这个看袂到的上帝原来这么浪漫，这个看袂到的上帝原来遐尼仁慈，遐尼疼惜。所听下这关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将新的心、新的灵放伫我的内底。这是3000年前的祈祷，将近3000年前的祈祷。先知以西结甲上帝的大家庭以色列人甲伊讲：恁天顶的上帝要将这个礼物赏赐互恁，新的心、新的灵、新的想法、新的心思意念、新的灵魂，要甲咱撒甲地底。所以听下这，请恁来领受上帝为咱所备办的。今仔所读的圣经《哥林多前书》信了，一直开始讲。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，今仔日就会请你去注意读这段圣经，然后你甲上帝通。上帝既然你已经应允讲要祝福我，那安尼求你就互我真正经验到你祝福的欢喜甲甘甜。伊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，是目睭毋捌看，耳孔毋捌听见。伊的心连想嘛毋捌想过，兄弟姊妹，这句话咧，甲咱在座每一个人讲，上帝伫天顶已经早就为着咱准备生命的祝福。那欢喜的人，你甲上帝讲，主，我伫你的面前伸出双手，求你将这个祝福放伫我的手中。这个应允有可能是一个感动。这个应允有可能是一个亮光，一个计划，这个应允有一个就是圣神伊家己迄粒小小的种子。有一个真出名的牧师伊讲起，当咱向上帝讨的时，上帝将一粒互咱看袂到足细粒的种子，就放伫你的手中。这粒种子是稳定，是智慧，是上帝的计划。伊要愈来愈大，大到甚至你拢想袂到。最后你讲，上帝，你是安怎赏赐我的人生有一个遮尔特别的计划？伫我细汉的时阵，我毋知影我要做啥物人，我嘛毋知我将来要做啥物。但是上帝，你就已经将迄个计划放伫我的手中。直到今仔日，我才知影讲，我的人生绝非偶然。因为上帝，你早就伫我的生命中间有你特别的计划。亲爱的姊妹，甲主讨，甲上帝讨，因为上帝为你所准备的，虽然伊讲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连想拢无想过，但是咱也读好了。因为这段话最后伊咧讲起什么？伊讲为着世间人所准备的，就是上帝的圣神要进入恁的生命的内底。咱要感觉咱无孤单，兄弟姊妹，愿主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伊的圣神放伫咱的内底。可能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会感觉讲，什么代志拢无发生，但是事实上绝对毋是无发生。检查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无经验到一个特别、真特别的动作、特别的行为、特别的代志。但兄弟姊妹，请相信。咱无看见，无代表无发生；咱毋知影，无代表无得到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咱连想、连听、连经历都毋捌经过，就是上帝亲自进入咱的内底。伊讲上帝要点伫恁的人生的中间，呀，这你相信吗？愿主甲恁三个地地，永远无离开恁的人生。甚至永远无离开恁的子子孙孙，互咱的家庭，一个人得到祝福，所有的人拢得到祝福。
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听兄姐，愿咱每一个人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拢领受一份圣神降临这礼物，就是上帝伊家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牧师要甲咱讲三个功课，三个祈祷。第一个就是咱伫上帝的面前伸出双手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请你进入我的内底。亲像咱咧喘气，咱有吸空气入来，但是咱嘛有吐空气出去。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真要紧就是邀请这个上帝入来咱的生命中间。咱将上帝伊本身的清气，将伊的荣耀，将伊的能力，将伊的活命，将伊放伫咱的心内时，但忽然要感觉你的人生是无共款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。一呼一吸，咱的人生、咱的生命，袂无共款。因为圣神本身这个字，伫圣经中间，伊伫起头，这个灵本身的字就是气，空气的气，就是一口气，一个上帝属灵的气，就是上帝伫伊的生命内底，伊的活气。所以后来，上帝身边的人，伊就体会讲：我原本是土所做的器躯，但是上帝将伊的活气分入我的内底。所以咧，圣神进入我的活命中间，我就真做无共款的人。所以人就开始讲起上帝的故事。所以个甲第一的人，也是讲世间所有的人，拢甲伊称作一个名叫做亚当。你若是伫教会，你就捌听去亚当与夏娃这个故事。亚当这个字本身就是阿达玛，阿当，阿当是英语，阿达玛是以色列人伫圣经中间的第一句话讲：起头上帝创造人，上帝甲伊号名叫做阿当。阿当这个字本身，阿达玛就是土粉，就是土粉。当上帝创造人了后，上帝将伊的活气放伫咱的中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主耶稣讲：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，人拢讨厌颂扬，对不对？你有人讲我要做乞食、做善食人的人，请举手。我想无人细汉出世就决志讲要做颂扬人，请毋通误会即句话。即句话咧讲心内颂扬的意思。真要紧就是，亲像安尼讲，腾出你心灵的空间。心内颂扬的意思就是，伫你的灵魂、伫你的心内、伫你的心思意念，永远有一个空间，和这个荣耀神性有关联活命的上帝进入你的生命中间。当你也无愿意，当咱也无准备的时，其实这个上帝早就已经伫咱的生命中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今日第一个祈祷就是摒扫你的心灵的房间，因为咱的心就是上帝的圣殿，圣神要甲咱三合之地。咱的心思意念就是灵魂的礼拜堂。过去咱想足济啊，但今仔日咱应该重新盘点整理。顶礼拜牧师甲恁讲，有一个牧师伊讲起一个基督徒爱常常盘点。伊的心思意念，恁敢要会记哩句话？伊个盘点的意思就是讲，我开一间干妈店，我对透早人就来甲我买汽水、买面面条，买足侪物件。到暗时我门关起来要休困的时，我就从我拖仔内底拍开，我就开始清算盘点。伫今仔日中间，我卖什么物件，我交出什么，我得到什么。我有1000块的一张，我有100块5张、8张，我有50块的银角啊！我盘点今仔日我所得到的。基督徒咱的生命中间，其实就是常常咧算上帝伫咱人生中间的稳定。佮也要紧整理咱心内这个灵魂的感觉点，咱的心灵的这个礼拜堂，咱整理好势，定根定好深。因为咱的生命若无有根基，咱的信仰若无有根基，有时树顶透风台就会倒落去。即个礼拜咱教会发生一个上大的代志，就是迄丛树啊倒落去。7年前迄丛树啊倒这边，
所以咱甲这头甲剪落甲底，所以7年后这头倒迄边。啊，这个整理树仔的师傅来看看讲，无说这当树仔无效啊，真毋甘，因为迄是70-80年前，咱的教会的长辈，因整理这个土地真侪礼拜长的事，因伫起头所种的篱笆树，就像位啊树啦。较早这块田啊，咱买来了后，就伫田沟啊、圳沟边顶悬，啊，就用青仔树枝甲伊插一排。所以这青仔树拢是顶伫圳沟边，咱即摆拢看袂出来。但是牧师甲恁讲这个故事，最主要是要甲恁分享，咱的信仰爱定根，因为师傅来。其实毋免师傅来，我一看我就讲啊，青仔的根较才浅啊。恁敢知青仔是足浅根的？咱毋知啊。但是无共款的树仔，有的树仔的根吼是顶足深的。圣经内底有一种树仔叫做造假木，是专门咧做礼拜堂、做圣殿内底所有这种椅啊、桌啊，拢叫做用迄种造假木做。迄种树啊。就是伫抗旱的沙地、伫沙漠地、伫抗旱的山顶所发出来的树啊，百年树。迄种树啊，听讲，伊的树根啊，是伊的树丛的16倍深。伊的树若有10米，伊的树根就160米。因咧讲起为什么？因为这种树啊，若无深根，伊真困难得到教业的水分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真侪生命的造假木，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之地。咱伫今仔日第一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，主啊，我要领受你的话命。圣神就是空气，圣神就是江河，圣神就是话命。咱领受上帝的圣神，就亲像咱喘气，对起头宇宙也未开始进前，迄个空气就存在。上帝就是空气的中间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当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我领受你，我就成做你的囝儿；主我领受你，我就成做你的查某囝。主，我将我的最伫内心的遐混乱、忧伤、病痛，主我拢甲伊单掉。我吸入来是稳定，我排出去。是我心内中间所惊遐的，所以有一个牧师伊安尼祈祷讲：我所吐出去的，就是我有问题的思想。伫我的生命中间有一寡思想，其实对我毋是祝福，伊是咧搅扰我，伊是咧威胁我，伊是咧甲我咬咧，啊，带我去做迄种是非不分的迄种的代志，就亲像人的欲望。有时迄种欲望毋是一个真正确的，但是咧欲望伫咱的心中就产生有问题的主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祷，独只有你的话是我的主张，独你的圣神是我的帮助。伫今仔日圣神感恩节，我伫你的面前谦卑，将我的生命内底有问题过去遐主张，今仔日。我亲像扫涂骹，该分别做成。愿上帝祝福恁，恁有这种感动的人，勇敢为着恁的生命的改变做决志，勇敢为着咱的生命的改变做决定，选择勇敢向前行。因为上帝就要将伊的能力放伫咱的内底。当咱若经历着上帝伊的充满同在时，你就无搁再成做一个软弱的人。你就无搁再感觉讲你的人生，上帝所互你拄到这大大细细的代志，超过你的能力会通做。因为新约的圣经讲，点伫你内底的圣神，比点伫这个世间的所有遐神搁较大。这个上帝要互你有能力，然后你要感觉你的人生是真开阔。忽然中间，你感觉连你思想连你喘气。你的生命拢感觉安那真开阔，你忽然要吐气讲，浩瀚星河当中，我的目屎敢会当凊彩流？
浩瀚星河当中，咱的目屎一定要为有价值的代志来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真做一个圣心充满的人，或者欢欢喜喜、勇敢。咱大胆甲主祷讲，主恳求你进入我的家庭，甲我的人生，主帮助我，因为我是肉体的人，我的生命有一定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我，将你的意志，将你的思想。你先将你的主张来放伫一边，互上帝来帮助你。上帝的主张成做你的主张了后，你的主张要成做一个有价值的主张。主帮助咱。所以第二日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要甲恁分享的祈祷就是：当咱若安尼做祈祷决定的时，咱会安怎？兄弟姊妹，当圣神充满伫咱的内底的时，咱无搁再做囡仔。咱要做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，因为保罗讲，我细汉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，我的意念亲像囡仔，我的行为亲像囡仔。但是当我长大人了后，我就爱担杀这个囡仔的代志。我的长大成人，凡事老练。兄弟姊妹，当圣神啊踮伫咱的生命的中间。咱就要成做有能力的人，这叫做圣灵的大能。所以圣神的充满对咱来讲有一个真要紧的影响，就是互咱成做真正的家己。我搁讲一摆，圣神的充满最重要的改变，就是互你成做你本身。我成做真正的庄孝胜，你成做真正的蔡秋雄。咱每一个人，自从咱互圣神充满了后，咱就成做独一无二、真正你家己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一个真无价值的代志。反倒等，兄弟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、佮严肃的问题。做家己，我无搁再互人讲起我是某某人的太太。也是讲我是一个某某人的伊的什么伊的新郎，就亲像牧师甲恁分享几礼拜前咧讲起，迄个查某下嫁，伊起头伊互人讲，伊是人的查某囡仔下嫁，但是当上帝祝福伊开阔伊的人生了后，上帝将这奴才的身份，伊的主人的名给摕掉，伊才对独一无二的下嫁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做家己，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这个第二个真要紧，咱的祈祷。当咱邀请这个圣神进入咱内底时，恁捌听过人间天堂这个字吗？这就是圣经咧讲，上帝国临到伫地人，亲像伫天人，恁拢会晓背。若是洗礼了基督徒，拢会晓背主导文，对不对？阮伫天里的悲愿，你的名声愿，你的国临到愿，你的旨意得成。伫地人，亲像伫天人，伊讲的是人间天堂，上帝的天堂。今仔日过去是天顶界，今仔日啊，进入伫我的生命中间。上帝若甲你三甲地地，上帝就是用耶稣会甲你洗清气，甲你切落金，互你的生命伫这个世间的世俗化流浪了后，上帝用耶稣会甲咱洗清气，亲像镀金的啦。我不爱讲镀金的，因为讲镀金吼，要阁无够要通形容讲一个人伫耶稣基督手中迄个完全生命的改变。当圣神来甲咱三甲地地，你的人生要开阔，你的眼光要开，你忽然要看见。以前我连目睭都看无，以前我连耳孔都听无，以前我连想都想无，但今仔日。当上帝圣神来甲我三甲地地，我就准托，我就明白所有一切奥妙，我明白天顶上帝的代志，我明白我家己人生的代志。所以今仔圣经讲，圣神就帮助咱认捌上帝的代志，圣神嘛帮助咱认捌人情世事，就是咱的代志。啊，这你愿意做一个智慧的基督徒吗？你愿意和你的囡仔讲，
我的妈妈虽然伊的教育并无比我较悬，但是我的爸爸妈妈，因的心内有今仔日这个世间常常忽略的智慧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所听也这请珍惜你的身躯，咱的身躯真重要，因为咱若破病，咱就无力；因为咱若破病，咱就艰苦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灵魂体拢健康。上帝甲恁祝福，愿天父上帝祝福恁，因为伊讲，你的身躯就是圣神所要使用的器具。伊讲圣神充满的礼拜堂，嘛会使翻译做圣神所要使用的器具。因为当上帝点伫你的人生的中间，有真侪人要因为你受祝福。安尼，咱有明白这段圣经的意思吗？圣神为什么要踮伫咱的内底？圣神啊，踮伫咱的内底，咱身边的人就会因为这个踮伫咱内底的圣神来受吸引、受祝福。人要伫咱的身躯的中间看到因的人生中间所无的，就是恩望，就是稳定，就是尊贵，就是自爱。所以听也是这。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毋是咱家己，踮伫即个内底，就是天人合一，都、就是上帝甲咱做伙结连做伙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愿咱的教会，愿恁的家庭，愿咱在座每一个人，咱拢甲上帝讲：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认真用我的人生，用我的身躯，用我的生命来荣耀你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无论我做任何代志。我要斟酌来思考，我的信仰伫我的生活中间，伊真正的意思。我要真心中用基督徒这个身份来面对我甲人的人际关系，甲我所做的每一项代志。啊，这句话真重要。当咱若认真思考这个信仰甲身份对我的意思的时，你的人生要全然无同款。你要凊彩讲话。你嘛甲人的人际关系会改变，甚至你的家庭伦理的关系嘛要大大改变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伊的祝福临到伫咱的中间。我最爱这句话，这是新课所讲的。新课牧师伊讲，当一个人经历圣灵的充满，伊会可惜啊，伊连喘气都感觉讲，哇，充满活泼的力量，伊忽然感觉伊的人生有无限的愿望，伊会感觉伊所呼吸的空气，亲像宇宙的辽阔。伊讲不出来，但是伊感受到，什么拢有可能，因为上帝的能力伫咱的生命中间来运行。也即你毋望这种的感觉，陪你到一生的路尾吗？阿们，这是我会足欢喜读到新课牧师所讲的，我会甲伊记起来，伫我家己个人的笔记本，我常常提出来做祈祷讲：主，今仔日我所喘的这口气，以前我无感觉，但是我不爱到有一日我去到病院去踏迄个呼吸的什么气啊！我这刚才讲，原来讲吼，住伫迄个病房，一日爱几啊千块、几啊万块，才忽然感觉讲，原来喘一口气遐尼自由，爱遐尼大的代价。我毋是甲恁轻松，毋是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你所呼进去这个口气，是2000年前耶稣所喘气的，充满在宇宙当中。伊所吐出来，迄个灵气，你相信吗？你用牧师离遐远，你会当想象，你会当祈祷。主今仔日伫礼拜中间，牧师甲阮解说圣经。主啊，有一个梦想，我有一个期待。主耶稣以活命曾经陪伴必定雅各因，这个耶稣，伊所呼出来迄个圣灵的那一口气。主求你将迄口气赏赐予我，
阿们吗？愿主耶稣亲自将伊的圣心，因为过我了后做一届的动作，伊进入马可楼，进入耶稣学生密起来，迄间惊吓的房间。耶稣进入伊的内底时，耶稣甲因讲：“恁领受圣心吧。”我阁讲一摆，你们领受圣灵吧。然后耶稣就甲因，这不是变魔术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奉主耶稣的名，甲主求祷，主要将这个活命赏赐予你。愿主甲咱三个伫今仔这个礼拜，伊的圣心若甲你伫你会梦想做一个伟大的人，你会看见自己的渺小，然后你的梦想，主因为你的无限，我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性。愿主祝福咱的囡仔，伊踏伫咱的肩胛头，因比咱较优秀。愿咱的囡仔，伊坐伫咱的肩胛头，要咧学行路的时，伊坐伫咱的肩胛头，因已经开始徛悬悬，咧看迄个将来伟大的可能性。愿主的圣心今日日将恁抱起来，然后放伫圣心的肩胛头顶悬，轻轻甲你讲：我所听的查某囝，你注意看，开你的目睭，你的将来伫遐。主甲咱三甲伫地，将一个心思意念，将一个新的灵魂放伫恁的内底，然后咱甲主祷讲：阿们。主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成做一个有活命、有气力的基督徒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我得到完全。这就是圣经充满伊真正的意思。最后，愿咱清清知影讲，当圣经充满的时，咱的生命要无共款。这是约翰伊记载伫约翰一书4章4节。约翰一书4章4节，伊讲：我的兄弟啊，踮伫恁内面的圣心，比伫这个世间所有的生命、所有的灵更较大。愿天父上帝互咱明白，这句话是真的。然后圣心进入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的人生就不过再有惊吓、欠损、金气。主帮助咱最自由的人，主帮助咱最有能力的人。因为保罗讲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呀，这你感觉这是做参考的话吗？呀，这你认为这句话是做参考的，还是讲是一个励志的心灵鸡汤？信的人就得到。主讲：你若倚靠我的圣心，所加添的气力，恁就要有能力。阿们。呀，这来试看卖，来经历的上帝。因为倚靠圣心，咱要赢过这世间最最假先知欺骗咱的遐错误的思想意念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圣心的内底，咱顶头生。主的圣心进入咱的内底，第三项，牧师要甲咱分享的，就是圣心若踮伫咱的内底时，到底会安怎？圣心踮伫咱的内底，咱的人生发生三项代志，无共款。第一项代志，圣经讲：我要赏赐恁，我要求天顶的天父赏赐恁圣心，圣心要做恁的保惠师。恁了有这节圣经吗？保惠师是什么意思？有真就有，就是这个意思讲，有一日咱若拄到一个超出咱的能力，会当解决，去到法院，徛伫法官的面前，迄个律师用真理性的话，有真有力的话，徛伫法官的面前替咱辩解。保惠师就是这个意思。伊徛伫上帝的面前，就亲像一个老母。这个真严格的爸爸，你讲今仔日你啥啦？去学无乖，老师讲你今仔安那，今仔日你啥啦？这个功课啥考试考安尼，你无认真。这个真主爱妈妈圣心，
伊就是老爸的面前讲，这个囡仔已经足努力啊！哦，咱来较济鼓励，咱来听小伊，相信保惠师就是这个意思。当咱无法度祈祷，当咱唔知要哪祈祷，一个圣神用讲袂出的言语替咱祈祷，伊叫做保惠师。第二，这个圣神来甲咱三甲地地，伊要享受咱各种的能力。新约讲到属灵的恩赐，旧约讲到圣神七个享受圣神的神，有智慧、有才华、有策略、有能力。牧师带恁读这两节的圣经，恁就明白啊。当圣神进入咱的内底的时，圣神所予人的恩赐，伊要帮助咱啊，对天灵来的怜悯。伫以赛亚第1章先咱先看哥林多前书，伊讲哥林前书12章咧讲起各种的圣神的恩赐啊，牧师无引用这个经文，但是伊咧讲起伫初代的教会，上帝有设立先知，有设立教师，有设立有医治的权柄的人，有各种行神业技术的人，有翻译方言的人，伊咧讲起各种的恩赐。为了教会的需要，上帝兴起无同款的人，所以有的人做牧师，有的人做长老，有的人做主日学老师，有的人做执事。伫教会内底有无同款的恩赐，迄个恩赐是为着要服侍人，甲服侍上帝。但是第31节，伊讲最大的恩赐就是听。恁伫定心对读，因为今仔这个主题毋是咧教这个恩赐。毋是牧师，毋是要甲恁解说这个恩赐，但是恁定心去读的时，你会当甲上帝讨。你若对某一种的恩赐有一种的感动，你会当甲上帝讨。主啊，我虽然真含慢，但是求你互我真侪老听人的人，守伫我身边的囡仔。我虽然无法度甲因讲大道理，但是我要陪伴因，我要甲因扫头壳，我要用鼓励的话，互因产生信心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使徒行，毋是使徒行传，以赛亚，今仔说以赛亚无读到咱，但是这是今仔日个真了紧的一个经文。以赛亚11章第3节，伊讲上帝的圣神啊，踮伫人的心上，这个人就得到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谋略、能力、知识，佮有敬畏上帝的灵。第4节，伊要用敬畏上帝最欢喜。这7种的上帝圣神充满的时所带来的恩赐。牧师要鼓励恁，如果恁也感动，就讲主啊，我真期待真做一个真有策略、策划事情能力的人。伫遮，伊讲谋略的能力，你就甲上帝讲阿门。主啊，求你将这种的恩赐赏赐互我。圣经所讲的所有恩赐，其实是要互咱真做一个服侍人的人。服侍的意思就是服务别人的意思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有基督徒，拢是一个真熬服侍人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最后当圣神充满咱的时，咱就要成做上帝的见证人。今天礼拜了后，牧师要鼓励恁买好吃的水果，但是那个不是圣灵的果实而是真啊，咱中华馆所出的物美价廉、真优质的像巨峰葡萄，咱台川的葡萄足水恁牧师鼓励恁倒买，毋是因为伊水啊，恁趁着啊，因为伫普通市恁去菜市仔买，可能无法度买到遮尔廉价的水果。牧师要鼓励恁尽量买，这是义卖因为喜乐保院伫这几个月捐款急速下滑。有个人就招喜乐保院讲，我提供水果，我提供什么咱做伙来义卖，义卖就捐予喜乐保院。咱德堂农会嘛摕来旗仔边去义卖，嘛捐德堂米，上好食的全台湾上好食的米。有真侪人听讲喜乐保院最近的捐款真欠缺，因就准备一寡真好的水果。牧师要鼓励恁，今仔日恁毋是去菜市仔买水果。恁其实实行，当我付出
我将这个水果当作看会到的记号，我是送给我的好朋友，我甲我的亲人做分享。圣神的规矩对于咱来讲真重要，因为当圣神啊踮伫恁的内底，会产生圣神的规矩。这个圣神的规矩最重要，就是要服侍人，就是要荣耀人。我带恁读这几个圣神的规矩，就是9种品格、9种的品格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说今仔日无时间咱解说，若有时间我会先接续解说这段圣经给咱听。圣神啊，踮伫你的内底，你就无再是你原来的那一个人，你要成做一个受改变的人。所以保罗讲，我就成做一个新的人，旧的代志拢变成过去，一切拢成做新的。伊的意思就是，咱成做一个新的画面、新的品格的基督徒。上帝祝福咱的教会，成做有见证的教会。上帝祝福恁的人生，成做人看到的是恁的发光，恁的生命发光的基督徒。上帝祝福恁的囡仔，互恁的囡仔将来成做恁的骄傲。像拄则我有甲我妈妈讲，其实阮感觉你真福气，因为阮伫郭玉玲甲伊的妹妹的身躯顶悬，阮真欢喜看到。我相信恁的家庭一定真疼惜恁的囡仔。恁的囡仔本身就是恁所结的果子，所以听下这愿上帝祝福恁，祝福咱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伸出双手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求你祝福我。无需要今仔日无爱邀请恁来头前按手祷告，但是无需要换一个方法邀请恁领受圣神，好不好？无需请恁祈祷，恁会当将恁的双手轻轻放伫恁的肩胛头，迄个骹头屋。亲像咧接受祝福安尼，放伫恁的骹，恁嘛会当将你的手放伫你的胸前，放伫你的心，拢会使足自由。你想要安怎做，你就安怎做。牧师带你祈祷，拢足简单的，你就照安尼祈祷讲阿免。你唔免出声，但是恁伫心内听牧师所讲的话，然后你讲主，这是我的祈祷。至圣的圣神，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间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需要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在这个时阵进入我的生命中间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的祝福，我领受你的圣神，我要大大喘气，我将你的灵输入来，永远踮伫我的灵魂的内底。至圣的上帝，我要吐出这口气，是郁卒，是烦恼，是病痛，是看路。至圣的上帝，我要将这口垃圾、浑浊的气吐出来。来交代你，主我领受，主我放落，主伫领受甲放落的中间，求你陪我到一生的路尾。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恳求圣神充满我。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恳求圣神即时充满我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